隨住新學制同中學文憑試嘅推出，考評局2010年舉辦最後一屆學校考生報考嘅會考，重溫當年一項有關會考生壓力嘅調查。青年協會3月初用問卷成功訪問咗大概1500個應屆嘅會考生，近70%人擔心，假如會考失手未能夠升學，持有嘅中五學歷比新學制嘅畢業生學歷較為蝕底，亦都有63%人認為，即使係升到中六，將來同新學制嘅學生一齊參加大學競爭大。受訪嘅會考生嘅壓力指數平均分係7.2分，比起對上2年都係6.5分為高。職業話，今年係最後一屆會考，考生面對新舊學制交替壓力特別大。雖然失手之後重考會考嘅意義不大，但考生都唔需要太擔心。我自己比賽啊，坊間都相當多嘅課程，無論職業導向好，一啲以即係空中導舉嘅，例如課程先修其實都有一個接嘅階梯咧，可以即係上到去即係更多學歷嘅。佢認為考生應該集中精神考試，完成之後再仔細考慮出路。全新升級有